世界万行代拢伫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讲到呢，最近发生了永和的杀人分尸案件，但是会使讲台湾治安相对世界各国算做好，是安怎偏偏分尸案件来刷连续？是安怎会发生着亲情伦理大悲剧？传统家庭的关系来束缚了后，现代个人生活安怎来兼顾？互你感觉互相有依持，社会安全这场梦，今仔日咱要来探讨。首先，咱来了解到今仔日来到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也就是前新北市社工师工会理事长王玉芬。大家好，我是王玉芬，社会工作师。是，那么第二位呢，也是咱好朋友。退休的刑事高仁和高警官，平民好，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呢，也是咱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的副主任周小贤。大家好，主持人好。副主任好。那么第四位呢，在线顶是咱嘉南疗养院成温以及司法精神科的主任李俊宏李主任。主持人好吼，那各位观朋友大家好。是，那么今仔日呢，咱请四位来到现场哦，有警官、刑事案件，也有这个精神分析师，也有呢家庭照顾者，也有咱社工师。主要是咱要来看今仔日昨下差不多暗头来破案的永和分尸案件。因为呢，这个分尸案件事上呢，咱嘛感觉讲是歹人才会来做。这么歹的代志来分析案件，但是竟然是家己的大兄，到底这个案件是安怎来发生？咱来自头看起。配合，好，绝对配合，绝对配合，绝对拍桌配合，好，没有问题。便衣警察伫台北公馆公车牌附近，将4名的嫌犯包围起来，嫌犯乖乖被抓。最后一道团在永和分尸案，警方锁定死者以73岁大兄可能是凶手。虽然该具体告案，欺负，我怎么欺负你了？借钱不还我？他借钱不还吗？不还。警方初步调查，嫌犯敢若是伫这个月初1，趁死者伫咧困梦中时阵，夜倒该抬死，并且将部分尸体等咧粪扫车。抬人的原因敢若是借钱的纠纷，以及买刀案时阵也和监视器翕到。本案研判疑似兄弟因为长期有借贷关系那因为其弟弟也就是死者每次借钱都不还，造成他哥哥心怀怨恨。那这是初步研判的动机，那还需要专案人员深度追查厘清。警方也搁伫咧进一步调查详细作案原因，也希望会当找到死者部分被弹掉的尸体。按算伫今仔早起，将4名的嫌犯依照杀人、弃尸、损害尸体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记者综合报道：杀人弃尸。那么呢，在永和咱所印象当中呢，在这3、4档进前，3、4档来已经发生到3件，拢是杀人分尸案件，而且呢，拢甲家庭内面压力有关吼。咱来看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死者是做过法警相当程度对着司法对着这个警政也是有一个熟悉度。伊10几年前为着要照顾着中风的妈妈来辞职，这几年来拢无经济来源，拢透过大兄的退休金。那么妈妈呢，2021年来过身了后，拄才考调这个居服员照服员，是安怎来发生这个案件？咱敢若欠4万外块。那照警官你过去办案的这个经验来讲，咱来推论。合理的推论，你安怎看这个案件？咱首先来讲，目前案件当中较早是分3类啦，情财仇啦，即摆国加一个随机杀人啦。随机杀人。咱即摆讲的情财仇，这当然这个兄弟，大兄73岁，小弟54岁，这第一个无可能是为着情的代志，绝对是为着财甲仇。你也因为财。再引起到兄弟的无爽快，有着仇，再结这个冤仇，结一世人。因为大兄73岁，小弟54岁，无代表讲这大兄较老再接歹。
我会使讲一句话，互大家听，是这个大兄可能少年就变歹人，歹人变老啊。好，安怎讲这句话呢？伊有8个兄弟姊妹内面，针对这第8个小弟，中这6个内面，普通时啊是毋是足惊兄这个大兄？听讲因也去到法庭去处理过纠纷的吼。小弟有甲大兄各过2次，这2次内面兄弟各上法院，这是事常的代志。但是兄弟有需要残忍摆讲，甲你杀害了后，才阁甲你分尸吗？因为即摆伊这个案件分尸，你甲看，分尸一般是现场杀掉了后，马上甲尸体做肢解了，随倒落去分散弹掉。伊个真冷静哦伊。是冷静，伊是分批，一批送，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大兄已经有一个计划性，哦，准备好啊。而且是这个小弟的大学生，伊这空中大学的一个女同学，发现讲，我这个同学呢，这几工都无来啊你啦，敲电话报警察先生到现场通知里长，才发觉讲，闻到臭味，发觉讲这个良性的这个男性被害者54岁这个小弟被杀害，但是上大可疑人就是伊阿兄。阿兄太小弟，4过拉疏，茫渺行，警察一抓到伊讲伊欠我钱，这个我无相信，这讲白贼，马上就是讲白贼，这是已经真个冰山一角，这内面无遐简单讲，我是因为你欠我4万块，所以我要甲你杀害，这一定是啦。长期当中内面对伊的一个仇啊，是恨啊，甲这个财啊，因为拄啊主持人咱有讲嘅，平日咱有讲，妈妈伫2021年过往，这拄啊才过往呢。过往当中大兄会怀疑讲妈妈有财产无，咱唔知。哦，这内面故事还佫真济咧吼。水真深。如果这个小弟顾妈妈顾10外档，这10外档当中妈妈有财产私底下有小弟无？大兄的乌白想袂，唔知，这未知数。所以警方还在调查当中。但是我研判就是讲，这个大兄对这个小弟长期的不满，讲啊歹听，农业时代伊也差19岁，听我做因阿爸啦。而且有影呢吼，差一下就一个世代去啊。是，所以大兄会安尼做，表示这个大兄唔是73岁才变歹的，少年就真歹啊啦。哦，这是警官吼办案的这过去的经验啦，来推因为论啦。一个老大人受过长期的教育，甲73岁已经是修养真好的人啊，伊袂去起家动手，甲人冤家相拍。但是伊会去起家动手，甲人冤家相拍当中，就是表示讲，伊这几60年来唔捌变，伊本性无变，无改变。这是警官你对这个办案的这个角度吼，甲过去的经验来分析。小等要请2位吼，一个是咱家庭照顾者协会吼，专门咧看到咱家庭内面的所有的问题。所以咱要来请教着线顶吼，咱的这个李主任吼，对这个精神分析的角度吼，而且是精神科医生的这个角度来看，这是安怎一个亲人会遮残忍来做这个分析呢？敢有啥物可能性？而且，咱今仔毋是要来探讨就社会案件的本身，咱是来看这个背后要安怎来预防。那另外，咱看到这种人，敢有通啊事先来做啥物觉察的？来，主任。拄啊吼，我想高警察这边讲了真好吼，就是讲精彩秀啦吼。那大部分的叫做家庭是安尼吼，咱讲久病无好处安尼。所以吼，定吼，处理照顾爸爸妈妈的，嘿，拢是上用的啦吼。因为照顾这个老人需要足侪时间吼，比如讲爱带去看病啦，爱买物件啦，爱带出去行的啦，有当时爱带出去拜访亲戚朋友。所以你家己时间是爱侪安尼啦，所以定当咱文件内底拢是迄个。无就看病啦，无就是退休的啦，无就是可能长期性无工作的处理可能公共的，伊就来负责即个物件安尼。但是就即个部分来讲因为逐个家庭分工的迄个重无啥共款。是所以久啊就变平分啦，就变做讲，我做啥物代志，你做啥物代，你有出钱，我无出钱安尼，就是这个。本身就开始慢慢就有一寡口角甲冲突安尼，
哦，啊久啊了吼，慢慢啊本来开始是钱啦，我后来就变完售，啊是内底迄坎过袂去，哦，啊就开始有这个咱讲较薄利的这个事件。但是哪至到讲会来出这种龙手呢？嘿，啊当然是安尼吼，就是讲，这个部分爱看几个可能性。吼，一项就是讲吼，因为对钱的态度甲观念吼，其实无每一个咱讲世代吼，想法其实是无啥共款安尼啦吼。是。啊，像这个哥哥甲弟弟吼，中差不多差19岁。啊有当时也是安尼，就是讲，吼，台湾一开始迄个经济上可能工课迄个经济上无较好的时阵吼。哦，凡说当伊成长的过程，定定为着钱咧烦恼，哦，为着钱咧特别咧走动，哦，啊，所以这当时啊，若是讲为着这个钱的时阵，同款咧冤家吼，遮的人，这款的，哦，会特别有因为安尼去甲人起冲突安尼。是。哦，啊，头先建官也讲吼。当然，这个部分就是有迄个观念，咱讲看钱的差别性安尼啦，嘿。是。啊，头先建官有讲吼，伊的经验来讲，伊感觉毋是歹人，伊感觉毋是老人变歹，是歹人变老，吼。但是呢，是毋是对这个精神医学的观点，或者是讲你做一个医生，你在医学上有啥物支持的证据，会当来讲啊？可能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哦，啊，这个部分是安尼吼，讲咱若讲以咱讲脑科学啦，吼，脑科学来看的时。人是安尼吼，年岁愈大，哦，伊家己有法度做调整，哦，啊有照做应变的能力其实会较无好。咱讲脑部的弹性、认知的弹性，其实会受到影响。哦，啊，咱台语以前拢叫老汉地传地嘛，吼。是。我老啊吼，有一寡人就较烦，吼，反正伊就讲吼，一寡老人癖嘛，就是讲这个。有一寡代志伊特别在意，啊，平常时无一定会哦。啊，然后这个部分就是咱脑部的退化，甚至到后手有的人吼，就变做咱讲失智症。哦，啊，失智症的时阵吼，有的人就变做，伊个性其实本来较袂甲人冤家济吼，冤家譬如冤家哦，是讲较袂有这个暴力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但是因为伊破病啊。哦，脑部退化，哦，啊，这个部分就开始有这个症状。这不理性的脑部的退化，生理性的啦，吼。那么，咱他讲要安怎事先来预防呢？你感觉有方法，然后事先预防？譬如讲，咱讲社会安全网内面甲我们医学的预防医学，然后来做这款代志。啊，咱这边吼，其实若讲以这精神医学来讲的时阵吼，伊三个部分吼。一个是心理的吼，是身体的吼。哦，身体这个部分其实是安尼啊，因脑部的退化，哦，伊生成就是一个身体退化的过程。哦，啊，甲所有的病症拢共款，吼，就是讲你爱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哦，所以一般其实拢鼓励讲吼，咱若讲65岁以上，你开始感觉家己记性变了较歹。哦，啊，感觉伊较老袂记你代志，较有无法度吼，咱讲专注的时阵吼，这当时你可能就要考虑讲来找医生吼，做一个身体健康检查，哦，啊，做一个脑部的检查看卖啊安尼。是。哦，这个部分身体上的一寡变化，你较有法度了解，哦，啊，有法度医生这边的给有一寡建议嘛，吼，比如讲，爱补营养的补营养啊，吼，爱做活动的做活动。是。哦，啊。另外一个部分，咱讲心理上的迄个，咱即摆讲一个叫做健康老化的概念。啊，健康老化。哦，就讲咱人老吼，毋是讲干那做老人共款吼，所以咱其实嘛是爱去咱讲较积极的去学习，然后去把我们的老年生活的品质顾好，这样子。是。好，谢谢主任。我小段吼，要来甲你请教到这个健康老化吼，甲咱全国性吼，尤其咱即摆已经变成超高龄的社会，这个刷落来，我来请教到咱的这个主任吼，副主任，咱即摆整个社会当中，以恁的头一线的概念，会发生这种案件在家内事，咱阁无法度处理，
啊，这到底是要安怎来看待这社会的安全网呢？其实吼，咱伫即个案件内底吼，当然来像咱头拄仔刑警啊吼，有做一寡分析啦吼。但是咱看转来吼，其实有一个照顾的问题伫内底。照顾者，嘿，伊是照顾者，即个被害者是一个照顾者。过去咱较袂去思考讲，哦，照顾者就需要到3工，照顾者就安怎，伊就健康嘛，伊就好好，伊会使照顾厝内底的人。所以照顾老母10几冬啊，你看你伊死职啊无头路，吼经济收入就无啊，吼而且伊这人甲人之间的互动啊，身体健康啊，伊慢慢拢会退化去，嘿退化啊，这个过程当中伊会变化，吼啊，甚至咱头拄仔伫内底伫讨论讲这钱的问题，其实咱大家拢无想到是件代志，伊失职无头路，伊无收入，啊，伊的生活费要安怎来？吼啊，过去咱大家拢会讲，哇，阮的这兄弟姊妹啊，大家拢会出一寡钱啦，吼啊，毋过出一寡钱，这个钱到底是用在倒位？这个钱到底是互这个照顾者是薪水？也是讲照顾妈妈的这奉养费啦，吼，所以咱伫内底看到真侪足侪这家庭吼，因为照顾这个问题，而且来失职照顾的状况足侪的，吼，所以咱即嘛伫鼓励吼，推晒一个观念，嘿，就是讲咱照顾无一定爱失职，照顾无一定爱失职，吼，但是无照顾无要失职。啊，要安怎？真侪人拢会讲，伊就是我的厝内底的人啊，吼，是大人家己爱照顾啊，爱友好啊，吼，传统的观念就安尼，伫咱的心肝头啦，吼。但是这个观念伫这个社会敢有适合？有当时咱嘛爱思考，爱变一个方向来思考这个问题，吼。所以咱伫推荐讲，无照顾无一定爱家己来照顾，无一定家己来照顾，咱要安怎？吼，所以即马政府有这长期照顾的服务。吼，这民众拢会使来申请，吼，所以当然即马照顾者离开啊，嘛无照顾的事实，所以伊要来申请这个服务，较难对吼，嘛伊嘛无这个有这资格，对。但是咱即马观众朋友若看到你厝的内底就是伫照顾这是大人，也是这身心障碍者吼，厝内底的人需要照顾，咱就会使来找这的资源、这的服务来甲咱协助。毋是讲咱家己一个人就安尼，一个人甲这个病人就白照会，白照会你白久啊，吼，这个照顾者这心理、吼精神上，也是这伊的身体，开始情绪拢会受到不理这影响啦，吼。过来你家己无一定爱照顾，这头拄就讲资源的问题，因为在照顾的过程当中，难免啦，吼。因为甲这厝内底的关系无一定变好，有的是变歹嘿。佫有头拄仔讲的，这借钱无借钱的问题。因为我照顾的过程当中，可能一部分是这照顾这个是大人吼，这个开销。分袂清楚，你这到底是你的薪水，还是妈妈的奉养？奉养嘿对。种啦吼，各种损失，这过去咱拢较袂去想到，吼。所以对照顾者来讲，伊为着这个。妈妈是大家的啊，吼伊一个人照顾10几冬啊，吼当然咱会当讲说，有钱出钱啊，有力出力，这伫厝的内底有当时较歹。但是问题就是钱甲力到底边咱个小度。对，迄个无病啊嘛，对无吼，所以问题就会伫这个过程当中去产生这个情绪那较久啊，吼累积久啦，难免你讲袂差袂弯，不会有家暴吗？厝内底这暴力的问题都开始造出来啊。副主任，我小等要来问一个问题吼。第三个就是家庭不适合哈，就是讲我这个长照的观念就是家庭不适合，这到底要安来做会到？我要先来问咱的社工师吼，咱的资深的这个社工师的这个理事长，他怎吼？副主任也讲你就爱去找咱的资源，但是事实上咱也知吼，真济社会的人其实都唔知影资源到哪里，要安怎找，甚至连家己都唔敢讲出来，唔敢发声。这小等要来请警官来讲实际案例，咱来请这个王理事长吼来甲咱讲到底
这人民，一般的民众是安怎唔敢来找资源，或者是唔知影资源在哪里？发生这个案件吼，尤其是家人之间哈，家人之间的这个结果哈，其实是很大的遗憾啊呢。因为如果啦哈，咱看这个家庭来讲哈，就是感觉足封闭的哈，足避暑的一个家庭哈，就是一个90几岁的老妈妈哈，啊一个中年的后生哈，啊死头咯咧照顾妈妈，啊一个70几岁，其实嘛是老人啊嘛哈，啊因安尼三个吼，规工安尼搞做伙，白做伙安尼，其实安尼长久哈，久长以来哈，伊就是一个负面情绪，甲规个家庭拢一个负面的能量安尼吼。所以以目前的情形来讲，其实吼咱的社区有足侪比如讲像社区吼，那有的社区发展协会，也是讲有一寡社团，伊嘛是有一寡会互互老人去上课也好。吼，也是讲有一寡的活动，对，去溜溜也好安尼，吼。啊，如果我若是讲看这个家庭来讲，吼，就是像我拄仔讲安尼，感觉安尼足封闭的啦，吼。啊，所以发生安尼的问题来讲，其实已经是累积足侪的负向的能量。但是照你的经验来看，因是唔知影要去救援。要去发声，唔知影野手发声，唔知影资源在哪里。你一般你会对着恁的 case 内面，一般的民众敢知影你要安怎来找，还是讲咱在遮呼吁着一般的这个民众，你家己要有意识，意识上要进步，安怎看？根据我工作经验来讲吼，男性吼，查某人啦吼，尤其是中年老人吼，因要离开家庭咧，要离开这个家庭，伊甘愿守着电视、守着手机，哈，啊，有的是耍电脑安尼吼，感觉比起查某人吼，女性来讲吼，这查甫人较困难。事实上有这个吼，以我的经验，比如讲吼，我拄仔讲的，讲有一寡社区的资源吼，男性的使用率吼，你真正去看一寡社区的什么休闲小站啥吼，其实拢是欧巴桑较济啦。有影。吼啊，这是我大胆的假设啦，吼啊，这方面就是讲真正可能我那唔知影。所以男性也有自觉就对啊啦。这在你这个辅导的经验哦，但是还有一种代志，就是讲社会也是咱必须要承认，讲社会也是有这个阶级分级。吼，你的社经地位较低的人，伊就唔知影，伊有可能二八也无做，吼啊，伊也唔知影要安怎来挣脱。你敢有拄到这种 case？ 当然有啊，因为第一就是伊的迄个教育程度吼，因为咱虽然咱是一个都会地区啦，啊，毋过吼，因为阮社工就是较常常接触，无所不至拢爱去啦。无所不至吼，真正有的人真正嘛是毋捌字吼，嘛是有哦吼，啊是讲可能听有国语，啊毋过就是台语较用会通安尼，嘛是有嘿。所以伊一寡代志伊听无啦，真正伊。但像这种社会安全网是要安来介入，要安来个帮衬呢？其实吼，咱社会上需要帮助的真正足济啦。因为咱若讲以咱湘北市吼、台北市跟新北市来讲，新北市的人口，因为我因为我服务30几年拢伫新北市。我头有看到历史对足恶杂的迄个面型。哇啦，啊，就是讲这个。因为伊的环境、伊的教育程度，吼，真正有的人真正会受到一寡限制，吼。啊，其实即马来讲，吼，我是看到我身边的一寡，也很多热心嘛是有啦，吼，像里长啦，吼，也是讲一寡人民团体也好，也是讲社区发展协会，吼，他们也常常在做很多关怀老人的活动，吼，其实。伫咱新北也是台北市，我那做活跃安尼吼，啊，毋过你讲有法度全部拢关怀着
才交文着。是我那又搁真压在内面啊，比较困难啊，所以真正有困难，所以较需要社工嘛，哈。主要社工以外，还有 NGO 团体吼。但是他这样吼，理事长有讲到，咱咧讲啊，有诶毋捌字啦，社经地位较低啦，但是高警官要提供有一个案例哦，伊即个还佫是听讲是嘉义女中的高材生，是，而且煞无法度来挣脱。这个情昂的这个束缚，是，这是什么心理？我首先安尼，搁加插一点啊话，以几十秒时间上来，上简单来解说。我做头路甲即阵所有拄过的吼，家暴案例吼，所有拢是学历足悬的。哦，尤其什么？上外拍你知无？医生上外拍无？哦，统计来，注意，当时是1992年的时，我做统计的时阵，1992年，医生哦。伊咧定定出去应酬去食饭。哦，这第一小单叫李主任来回答。不，当时啦，啊，因为即摆时空的转变有共无共，咱唔知。啊，颠倒是中小学的查某结婚这吼，上侪翁是啉烧酒拍人啊咧，某点点好拍，袂甲伊大细声量，叫做古早的三从四德。啊，所以我即摆要讲嘉义，这个是嘉义女中的一个查某囡仔吼。这个查某囡仔是嘉义女中算一女中的啦。啊！伊足少年毕业了，无偌久就嫁着一个先生。这个先生因为感觉讲哦，我的基因要较好的，所以娶到这个嘉义女中这个这个女性。但是这个先生伊有疑心病啊，怀疑讲伊这个太太外口有偷客兄，有乱七八糟，就用暴力在身躯甲掐你啊，掐你拢用尖。别个猪顶管安尼啊，一针一针切安尼啊，哇！面啊切，身躯这也切，手吼，撑出来，婚纱啊，拄落去，做婚卡啊，千外个啊，手千外个啦，婚纱啊，你伫迄上婚啊，人家讲啊，你哪唔走？社工人员嘞，社工去恐吓，社工去用恐吓，恐吓无当紧哦。迄社工是义务的啊！你咧要插向阮兜的代志，恐吓啦！结果这个查某囡仔就走转去后头厝，转去找老爸。老爸甲这查某囡仔讲：“你莫转来，拜托，我甲你拜托，你莫转来。”是安怎？因为伊这个囝婿去甲因老爸恐吓，你敢收留恁查某囝，我就甲你开枪。过无一礼拜，这个富人人的先生举一支枪去甲因丈人开2枪，开2枪啦！像啊走去屏东的时，去屏东和台南甲掠着了后，咱即摆是讲啊，无代志啊，掠着啊，哦，就敢若我社工人员啊，甲咱的警察先生，甲咱的里长拢搞定，大家好啊，拢无代志啊，啊，转去了的，转去了后壁还有代志延伸出来的部分要安怎？啊，唔知，就是伊家己受苦的开始啊。过来第二，我上短的时间讲，我较早伫咧做家暴官。社工人员是足可怜的可怜，安怎讲可怜？因要讲的话，人会点头袂甲听，就是会点头袂甲听，无人去听因的话，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因为你拄着一个路麻，拄着一个乌道的，举一支先甲你头壳拄的，举一支刀甲你红棍拄的，社工紧走路，啊，这个被害者要安怎？我讲这个做富人人，养育一个4岁囡仔，4岁囡仔先生一转来，酒啉转来，就是甲强暴、甲拍，唔敢讲，长期来拢唔敢讲，一天拍甲规身躯全伤，送病院，医生通报讲这唔是，这是刀伤，这唔是遮简单，所以刀伤爱报警察，社工人员介入了，甲讲啊，是安怎你也要报案？伊讲我唔敢报啦。我甲报阮人讲要甲我抬死啦，啊讲要甲阮查某囝带走啦。社工到现场，因翁现甲讲：你来看卖，我随互你死。阮警察去通知，叫伊来做笔录坐我边啊。因太太坐我遮，被害加害人坐遮，加害人踮咧我面前，甲因太太讲：你好胆，你甲我报案，我出一定互你死。讲这歹听的话，太太很贵的。警察先生，我无爱报案啦。
拜托你，我不爱报案啦。但是这段当中，这个先生，咱一离开了，叫他查落了，因根本就无翁仔某关系，离婚啊，无翁某关系，离婚啊，就是你已经离婚啊，嘛无动机，就是酒啉了，就是要来找你。你拄到这种的，你有法度处理，你社工有法度处理，你警察有法度处理，这拢是空口讲白话啊。所以我都咱就是甲讲啊，劝这个妇人人带这个囡仔紧离开，搬离开台北市。是。所以这个先生当时咱嘛是以伤害、恐吓甲办，甲以上犯呢。足侪案件是咱看会到，咱想要做，才有通处理。对，咱看袂到面啊。啊，佫唔知。你根本就无落去修。所以咱今仔请到咱家庭照顾者协会吼副主任，你甲咱讲，像这种案件，如何要来事先预防，或者是讲你有啥物建议来对头仔讲的迄个女主角，伊要安怎来离开到这个角色？一整个家庭会当走向行向较健康的路。其实讲到这女主角吼，我较歹咱建议啦，但是因为这家庭暴力的这案件嘛未少啦，因为老实讲吼，即嘛真正愈来愈侪啊。确实嘛，有一寡也像迄刑警头拄讲的，就是讲社工真正较歹去处理啦吼，咱必须要承认咱有一寡限制伫咧啊。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嘛是有真侪在咱社会底层内底吼，有真正需要关心的，有当时啊，一寡这照顾的家庭啦，吼，譬如讲咱头拄讲这案件内底吼，照顾家庭内底，足侪拢因为照顾吼变做散家吼。啊，无钱，伊就会想讲要爱想办法啦，吼，爱就找着社工，啊，可能伫病院找社工，也是讲去里长遐找着里长来斗相共，申请这低收中加，吼，就是一寡补助，也是讲这若是老人，也是新疆，拢会使有一寡补助，吼。啊，迄是因为伊知影，伊嘛愿意讲，伊愿意讲出来，才有法度人甲斗相共，吼啊。但是，阮拄着的较侪是讲，伊唔知影安怎讲，像主持人头拄讲的，伊唔知影资源伫倒位。啊，有的人是讲，这就我厝内底的代志啊，我歹势甲人讲，嘿，见笑，我唔敢讲，吼，所以足侪状况的啦。啊，你讲这我家来事吗？有当时啊，你真正像这暴力，也是杀人的这案件呐，蹦出来，吼，咱大家拢看会到，啊，这都是社会事件。啊，这就是社会爱去处理的，政府爱去处理的啊。吼，无一定讲这是厝内底的代志啊。所以有当时头拄咱伫讲这，要安怎较早的来了解这个代志，爱要做预防的这个部分。其实头拄讲的，这个资源有当时咱就是爱譬如讲咱政府爱大大去宣传，吼，每一个民众。你就是有这个权利，嘿，你要有意识，啊，你就是会使来申请，啊，你就会使来找这社工，也是讲专业的人员来做协助。所以社工也是要鼓吹，哦，拢爱鼓吹。另外一个，我头拄嘛想到我一个服务足久的这照顾者，伊有观念哦，伊伫阮的这帮助了后，伊就知影讲，哦，我会使去申请这服务，我会使去申请这补助，吼，安怎。啊，我就甲讲，对，啊，你无你来去公所申请，这照顾者吼有这个津贴啦，吼，使申请一寡补助。啊，结果伊就去申请，拄着公所的人员甲讲，啊，你一个好好的查甫人，你哪无爱去讨趁？伊伫厝的照顾因妈妈已经10几档啊，然后伊去就已经无钱啊，啊，伊原本嘛是这技术人员哦，会使去。这外国，以前咱毋是有这农耕队还是啥吼？以前拢会使去国外这做技术哦。叫伊就去申请，对，就去放假哦。一届压去申请一届压一届，去申请第二届压。这社会观念嘛是爱去转变呐，这是规个咱的这社会结果的造成的。比较，有当时啊，咱这观念无一定讲，就是像咱传统的讲，啊，这都阮兜的代志吼，这都我一个人，像阮拄着即个拢讲，啊，免啊，恁迄吼去帮助搁较需要帮助的人吼，啊，无就是讲免啊，我一个人吼，阮兜有一个人，迄个人就会使啊，啊，一个人对一个人，就头拄仔讲的，两个人目睭火，你讲伊袂破病，哪有可能对啊？啊，这都是长期吼以来。就阮做的统计，
照顾一个病人平均10年，平均10年，照顾一个病人尔哦。我阁有拄着迄一个照顾者照顾4个厝内底的人，老大人嘛有啊吼，身心障碍这身躯无方便啊，规家口啊哦。我嘛有拄过，阮这照顾者，伊是自大学毕业就开始照顾伊的阿公阿嬷，过来刷落是爸母老啊，嘛，佮爸母佮刷落去。你看这一个10单，30、40年就安尼过去啊。这精神压力吼。嘿，这除了精神，佮头拄讲钱的问题嘛，是嘛，工作嘛会嘛，吼，所以这是足侪无共款的问题合起来的结果。吼，咱政府有一寡服务登去做，啊，咱民众要有意识讲，哦，我都会使来申请，我搭地帮助我搭地。公务人员嘛要有进步咧。对，吼，过来是这个社会，大家来互相帮助。吼，咱大家有一个观念改变，咱大家做一事啊，吼，这都是会使甲斗相共。过来国家，对无？啊，这安尼才会完整啦。这才是一个社会安全网的概念。对。啊，这个服务，你讲长期照顾的服务，对病院内底的服务，社区内底的服务，这大家拢会使有一个服务，一个网。一个网吼。网啊，网啊，甲网啊之间。啊，个小连线。对，咱都爱较少伙。吼，我伫厝诶，真正有这照顾的问题。吼，我若去病院，我会使去病院找这社工来斗相共。是。吼，啊，我伫社区内底，我嘛会使找社区内底可能里长啊、里干事啊，吼，啊，我都会使。毋是讲像以前安尼啊，这歹势讲啦，莫讲啦，吼。啊，你无讲，人哪会知影？除非这个人就是定定伫恁兜出入，啊，伊个真热心，伊个知影资源伫倒位。吼，教堂甲你介绍吼。对，所以除了咱头拄仔伫讲的这个状况，吼啊，即马政府嘛有一个长期照顾的这专线1966，1966吼，咱长期照顾的这专线。啊，若会使申请这个服务，符合资格的人吼，拢会使来敲电话申请。吼，啊，但是有像头拄仔主持人讲的，足侪人唔知影资源伫倒位，啊，要安怎申请？爱看咱第二台，对，爱看第二台。啊，咱加嘛另外一支电话一个专线来甲大家讲，吼，叫做照顾者的专线，照顾者专线啦，吼，0800507272免付钱的电话，吼，咱这社工嘛会使伫电话顶头，你搁免出来哦，免去。咱搁讲一摆。0800507272，嘿，7272507272，吼，啊，咱就会使讲，甲这社工来去讨论讲，啊，阮兜的状况就是安尼，吼，啊，阮兜的人有偌济，钱有偌济，会使用啥物服务无？会使安怎去？用这个资源无，因为资源无共款，你知无吼？啊，这爱了解，爱会晓用，吼，无资源放喺遐，你永远拢用袂着啊，吼，所以观念嘛是爱改，爱试看。不是因他讲着吼，这个爱使用资源呐，啊，而且呢，啊，你爱家己意识爱进步，吼，但是有的人是家己无意识着哦。咱要邀请着线顶吼，咱的李主任吼。李主任，他拄好高警官迄个问题吼，爱请你来先回答哦。是安怎？譬如讲，伊这1992年进前吼，迄家暴上厉害，竟然是医生呢？是，这是什么情形？你那照你的常识也是专业来判断，这是头一个问题。这有数据的统计。吼，这头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讲，有的人吼，有的人本身伊家己无警觉到讲。伊需要人帮忙哦，啊，这是要安怎来处理呢？这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是安尼哦，就是咱爱有一个观念吼，就是有可能一个拢有可能的迄个咱讲行业啦，它是不管蓝领白领都有这个可能性这样子。是。当然因为我本身是有咧做这个家庭法律，咱讲有一个强制治疗的委员。强制治疗。意思就是讲你若讲是申请咱讲车保的这个保护令的时阵，
法官伊咧裁进前，要求做鉴定。鉴定来，咱就看讲你到需要接受治疗，就是讲上课。治疗包括真不同的治疗，嘛包括像有的人是食酒食毒的治疗安尼，有的是可能爱做心理的治疗安尼，所以咱这长期的经验是安尼其实医生有啦医生嘛看几啊个，是家庭暴力，确实是无分倒一项倒一样，无分阶级，无分有捌字无捌字啦有当时医生是这个暴力的加害者嘛较老呢，就是讲相对上伊可能感觉爱家己是医生啊家己爱改变嘛，毋是拢是别人爱听伊的话啊，平常时咱患者听伊的话嘛是，所以伊想讲要家己改变迄个动机就较无遐好安尼啊。这嘛是应变能力的改变是，但是反过头来就是讲因为这是法定法官要求的强制治疗，所以本身就是讲你爱完成这个强制治疗，才有法度结案你若无完成的时阵一般来讲是安尼就是讲头前是罚钱，那罚钱罚袂惊的时阵，就变做爱你去关安尼啦，所以这对某种的即款家庭暴力的事件来讲伊嘛是有一个迄个预防的作用安尼啦。是。当然，像警官迄边讲的，其实嘛是有一寡较严重的状况是伊咧就算讲是做强制治疗伊嘛无咧插伊的。嘛是有啦警察要叫伊去嘛唔买安尼。但是这就无法度，迄就爱后壁迄司法强制力压落来安尼。阮过去有的人就是讲到后手真正互掠去关啊。是。至少这个我感觉对现行的这个法制上对这个被害者一个较一个方式安尼啦，就是讲我当病者若是看到患者伊有这个家庭暴力事件伊是被害者的时阵，我嘛是会鼓励讲那会使就是尽量咱来澄清看卖啊。那医生是安尼，就是讲咱医疗人员知影讲伊有这个家庭暴力的事件，咱嘛爱通报。咱通报去了后，迄个社会局迄边家防中心迄边因就会过来了解安尼，来看有无来调查。是。第二个问题是安尼就是有当时也是安尼啦就是长期你有一寡迄个经济上的迄个那这个部分就是变做讲咱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讲咱尽量莫互家己变做迄个状况这咱拄仔才会讲的健康老化就是我爱注意我家己身体的状况啊脑部的状况，咱讲脑炎就是讲咱家己有自觉啦。迄个脑部机能的这个状况咱爱知影咱营养的状况是讲咱的目睭看会明无我行路无我经济上较有法度有法度补助迄个咱后壁迄个生活保证咱后壁迄个生活是会当正常好过安尼这个部分咱就是为咱讲也袂行到食到到行袂顶当进前，咱就爱做准备安尼啦。是。你准备了愈好，你将来变做这个情形的机会就较少安尼。社会就愈安全啦社会愈安全，就是讲大家拄仔迄个会长讲啊诚好嘛，就是讲社会爱互相帮忙嘛是。但是你家己嘛爱先家己准备好。家己嘛爱准备好爱自觉尤其查甫人爱有自觉是。来就是讲若是讲迄个开始有压力的开始即摆社会安全法个安全网开始有一寡资源会当入安尼啦。像拄仔迄个社工的那种服务他们其实针对家庭暴力事件或者是说我们讲说有一些危机的这个家庭可能经济上可能真正有出问题还是风险真悬的这款家庭伊即马社工其实是会当甲伊斗相共，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说心理支持上的安尼。是。所以这政府我
我讲吼是尽量吼，大家拢会晓知影吼，啊，佮尽量去利用安尼。是。哦，啊，佮足少人知影是讲吼，其实卫生局即马吼有免钱的迄个心理治疗。哦。哦，这可能足侪人，这足少人知影有呢。电话通报，卫生局打电话去卫生局问就对啊。迄个台湾吼，卫生局拢有。啊，你打电话去问，哦，伊会帮你排。哦，可能怀说无一定会排足侪届吼，啊，但是有当时你心内底有压力的时候，你嘛会当做排届。是。哦，啊，伊会当做即个初步评估了吼，感觉讲，若讲这需要医生、精神科医生来看时阵，伊还个转互咱来做后壁的这个治疗安尼。是。哦，啊，当然你若讲吼，当照顾上啦，也是讲家庭的即个家庭中有一寡压力的时阵吼，有当时啊，你还会当跳开迄个情形，你跳出那个情境这样。啊，就讲，昨也阁有一个患者甲我讲，伊迄个细汉时吼，烦恼厝里的经济，哦，啊，高中了后，就开始爱来照顾厝里的弟弟妹妹，哦，啊，嫁互因翁的，啊，就变做爱照顾因翁甲大哥大家安尼，哦，啊，即摆大哥大家老啊，家己甲爱顾，啊，爸爸妈妈老啊，嘛是伊要顾安尼。一世人吼。啊，伊甲我讲，伊一世人哦，伊甲我讲吼，伊一天24点钟吼，无1分钟是家己的。啊，所以吼，是咱家己会当小喘一下，哦，啊，找着一个家己的时间，哦，啊，做一寡家己较毋愿做的代志，是。哦，啊，转移注意力吼，啊，然后可以放轻松点，那个压力比较不会一直累积。是。好，感谢主任。咱刷来，要不要请教着李署长吼？他段吼，主任医生也讲大家要有意识安怎啊，社工人员不断在当中被讲着。社工人员的介入，但是我要问的就是讲，咱社工人员拢是柔性的，吼，引导性的，并无强制性。有强制性的是亲像高警官因安尼，啊，譬如讲咱加步令，咱有通啊强制性，但是加是罚钱安尼啊，甲隔离。你赞不赞成讲社工师要有某种程度的司法的？即个咱的法律的即个权利伫。根据阮工作经验吼，家庭暴力即个部分来讲是分做几啊种啦，吼。咱普通较常看到就是儿童虐待，对儿童的部分，尤其是12岁以下，这个部分伫咱的社会安全网、社会安全网内底是第一优先爱处理的吼。咱各个县市来讲吼，这个部分若是讲吼，咱若有人通报讲是12岁以上的，一定是强制12岁以下强制性，对不对？对不起哈，一定是那个强制性的啦，然后。咱拄仔嘛有讲着讲比较是亲密关系，就是翁仔某啊，还是同居人，还是前夫妻，吼，已经是离婚啦。有诶，就搁较控，搁叫伊爱安怎，伊就袂觉醒。啊，这你社工师若无即个司法的权利，你嘛是干那会当甲讲安尼。的确，亲密关系这个部分来讲，吼，它有一个专业用语哦，这伊是有一个。暴力循环啦，就是讲吼，因为咱这感情的代志来讲吼，就是阮以前定来看到就是讲吼，啊是安怎，你互拍甲呢，哦已经吼，啊你个无走，是讲你走了搁转来吼，啊搁好一站了，啊搁互拍，啊搁走，就是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这样子哈。的确，他有他的难处哈，拄仔嘛有讲着哈，经过遮讲，啊，李主任嘛有讲着讲，其实吼经济上来讲吼，的确是普遍吼，咱妇女普遍性，妇女啊，搁带着囡仔来讲，因为大部分拢有照顾即个部分来讲，吼，常常会拄着即个难题。然后啊，搁有一个情形，就讲你互拍的迄东西，你走出来了，你啥物物件拢无做，吼。可能第一个选择来讲，可能就是去病医验伤。啊，的确吼，咱的家庭暴力这个法律来讲吼，原来有要求吼，咱
有一寡咱的算是公务人员，也是讲咱的专业人士来讲吼，咱爱有通报的责任，否则伊有时有一寡罚则安尼啦吼。比如讲吼，传理长吼，医术人员。传理长若知影无报，是会有罚则个。法律有安尼规定吼，医术人员吼包括阮社工吼，教育人员吼。托儿所这个从业人员警政人员还有很多啦。我想说，主要这些应该都。所以社会安全网内面有规范，就讲恁包括着恁社工师，那家庭暴力法、家庭暴力防治法，对，已经有这样的规范。所以这个亲密关系来讲，尤其是又带着小孩来讲，他这个也会。譬如讲，我即摆若知影讲，对阿某这个先生伊咧拍，那咱知影。个带囡仔这都拢爱优先处理啊。优先处理。我知影我是社工师，我若无甲通报。你若是隔壁你买当去通报，毋过你是热心人士安尼，毋过拄我讲的这人来讲，你是有责任爱通报的。伊若无通报呢，嘛是爱看的来罚则咯。伊是有规定啦，它明定它是有法则啦。是讲专业人员的部分啦，专业人员的部分啦。所以若像咱家庭照顾者算做 NGO 团体，毋是算专业者。无，阮是社工啊，阮社工。比如讲，阮有电话嘛，头拄仔伫讲迄照顾者迄专线，我若接到电话，我若知影有听到讲伊因为因厝的内底有照顾会产生这暴力的状况，阮嘛是爱去通报啊。迄是通报，就是讲，家暴中心，也是讲，这社会局，阮拢爱去联系，拢爱去讲啊，爱去反映啦，吼。这个会啊发生啥物代志，安怎？还有一个程序在啦，定书内底，就是讲我一步我爱先敲电话，也是送啥物资料去倒位，吼，请警察去倒位，安怎？迄有一个规定啦，有一个规定较复杂，只是。头拄仔迄主任去甲大家讲，这个阮若看到这个状况的时阵，伫阮专业人员，但是阮都爱做者。翻头要来问讲，理事长，那互你有这个法律的这个权利，是毋是对恁社工人员来讲是较好来行使你的工作？当然啦，如果是讲已经家庭防治家暴的那个防治法已经就是确定讲咱有安尼不管是权利也好，还是责任也好来讲，阮一定爱做啦尤其是这会当行使这个权利来讲，也是伫各个主管机关各个管市政府的，对，管仔市内底的社工人员，尤其是有家暴中心，还是讲有家暴。其实这个意见是高警官伊提出来，伊讲社工实在真可怜啦，真正有人叫人拍啦，真的真的啊，你若无这个，你若无这个法律的这个权力个伊实在讲无法度来介入，干那做嘴就去讲啊尔，讲的拢准煞。是。其实社工有分无共款。工作，对，伊这公权力的部分呐，当然嘛，讲有一寡社工是有这个权力的，伫法律上顶头有这个权力的。有一寡社工。但是大部分人，像阮是 NGO 嘛，阮一般，阮的这公权力，阮这权力都真正足低的，所以阮是做通报，也是我接到啊，我就转的迄个，这防治，家暴防治中心嘛，家暴遐，会使去处理。另外一个部分，头拄仔其实伫讲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部分可能爱甲大家补充啦。这的资源拢会使提供互大家参考，大家有需要拢会使用，都算是一般的民众。就像头拄仔主持人讲，我就是看到阮兜隔壁是倒位谁有啥物问题，有这家庭暴力的部分，都会使敲113，嘿，113我搁看到一个，这今仔日节目的重点，男性辅导关怀专线，0800013999。对，这男性专线，这不是要看这个男性病是你要甲你关怀厝内底，是厝内底的这男性咱先生也好啊还是讲这囡仔男性的部分啊，但是因拢处理是家庭内底的这内容啦，头拄仔你讲这。0800这5072272，因为阮
接的电话吼，只要甲照顾有关系，拢会敲电话来阮兜。系啊，敲电话去照顾这专线，阮就会搁找其他的这的资源。所以动作就是你一定要拿起电话来敲电话。敲电话是民众做的代志，但是我伫想高建官伫讲的代志是讲，阮三个安那合作。你看，阮三个是无共款的，这的工作人员哦，阮伫无共款的所在哦。吼，警察接到的时阵，伊会晓去找病医来合作，会晓去找这民间的团体来合作。啊，阮民间的团体若接到，阮爱去找因斗相共，是讲。就是我头拄讲，迄网仔甲网仔之间呐，爱连续小件。我补充一个啦，即马咱政府用的即马目前吼，即个连线即个是正确的，咱的路线是对的，方向是对的，只是讲拄啊，咱副理事长咧讲的讲。